觀眾朋友，今日個好忙，歡迎收看福起來，我阿明哥劉浩明。今日福起來，邀請到一個朋友嘛，算是我哋福起來嘅老朋友。伊係一個街舞先生，伊唔單止教街舞，同時嘛把街舞帶入我哋新人嘅人生裡邊。伊唔單止同我哋新人嘅鄉下去跳街舞，伊嘛喺新人揾到時間同新人嘅鄉下北方來，專門起鄉野舞台拿到頭名歸來。伊到底係有樣嘅一種精神，還是一種樂趣？就把街舞一件事情做到安好。啊，但馬上歡迎今日嘅老朋友梁勝倫，勝倫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松獅鄉還有高樹鄉嘅梁勝倫。勝倫，一開始恭喜你喺去年嘅，差唔多12年嘅時候拿到一個頭名歸來哈。那幾時節，第一個問題就想我講，當初我想我去參加呀比賽。因為我一擺我自家教室有2個班級，我就2個班級安尼融合起來。啊，所以我就融合起來又去編一支舞。啊，所以我又2015年拄好屏東縣政府嘛有辦一個活力街舞大賽嘅發通。啊，所以我就試水溫看下先，紅地尾得到冠軍啦。係啊。嗰時等於講，其實你這個嘛有味道，也為一個比賽來講嘛有幾多準備啊？你講其實你這個教街舞嘅教幾久嘛？哈，同時給新人的部分嘛幾多一個，算是幾多努力啦哈。但是有時都想到講新人的一件事情哈，假如講平常教完可以哦，哈。但是你知道係去比賽，尤其係比賽嘅時間，可能重複嘅一個動作啊，緊做。從佢教新人嘅時候，我有嗰種理智先斷開的時間。哦。也個只哦，有個時間就搞課嘅過程當中訓練啊，還有同埋新人就係學生同佢人講幾多擺，啊就同人講而家動作用嚟做，啊有個時間佢人就會聽表現，啊個時間我就會理智先就會斷開，按個啊佢人嘛會努力會同動作去做好啦，啊所以佢人。都有話都堅持都有背啊，所以就會本來情感通啦，係啊。從一擺編舞地步呀，你這個編舞嘅過程地步，有想到講把乜個東西傳達俾我哋嘅觀眾朋友咯。其實一擺嘅編舞啊，甲歌舞相同，就係因為我本身會跆拳道嘅關係，我自家當時學跆拳道嘅過程當中，因為我有個偶像，佢喊做李小龍。啊，所以我就想，有拄好嘅我哋背起嘅音樂裡頭，有個李小龍嘅風格嘅音樂。啊，所以我就想，因為我兩團嘅新人嘛，兩團嘅新人融合。啊，所以我想就會從個長治幫、屏東幫安尼對峙安尼。啊，所以我第一團我就有做亞嘅風格嘅編排。係啊，就靈感就類似李小龍，還有個 battle 嘅場景安尼。係啊。因為從佢一般人來講，街舞係一個最注重個人的一個表現的一個舞種嘛，哈。但是人家係一個算是團體的一個表演，能讓我俾新人的去了解講，人家係一個團隊，啊唔係一個個人的一個表演咯。哦，就喺搞件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就會同佢人講團體嘅重要性啊，因為團體就大家就會考驗大家嘅表達，還有個感情。啊你啊，一個人就從一個人就從battle嘛，一個人啊你battle出去差不多50秒，跳下來啊就過來啊你，啊一個人就搞個自由，就啊你發揮自家跳舞嘅方式，就啊團體就冇相同，團體就愛看欣賞愛用嘅安排，每個新人佢曉得乜嘅，啊乜個時間安排佢做乜嘅，啊大家最重要就大家表達。規劃，還有大家動作愛整齊劃一，啊你個畫面感嘛，還有個舞台的故事性，讓有畫圖呈現出來。可是你也擺一啲出去參加比賽呀，團隊裡邊呀，今年年齡層差唔多差多。哦，年齡層哦，我也擺嘅參加嘅新人有7個新人，啊最細國小2年生，啊最大就國中1年生。2年生的話，其實算好了，6歲一學差唔多8歲呢。
係啊，8歲，8歲，嗰啲國中一年生，最大就國中一年生，都差不多14歲。係，14歲。哦，嗰時其實蠻有差過，因為其實8歲有時候講唔到堂。係啊。係啊，佢其實能用嘅，啊怪異嘛。我一想一個讓我做。其實我嘅團體裡邊細人技能，每個都係無共樣嘅學校，還有無共樣嘅年紀。我唔錯。係啊，故所以就係安排嘅時間，就大家啲細人就會照我安排落去嘅啊。啊，細人其實大部分都聽得清楚欣賞佢嘅傳達嘛嘅啦。故所以其實都會喺一片嘅時間，我做嘛嘅。今年就會啲就會訓練嘅過程當中，就同佢哋同佢哋講嘛，佢哋就會啲用去做最好安尼啦。像細人嚟，就譬如講我哋8歲細人嚟講，因為像講14歲發體力是夠好嘅。像8歲細人嚟同14歲人強訓練嘅時間，伊啲時間還是共樣嘛，還是共樣。8歲可能冇個短一些。共樣嘅訓練嘅時間都共樣，共樣，都共樣嘅時間訓練，共樣訓練啊，係啊，因為係團體嘛，團體，所以團體嘅共下嘅時間就會較高多，係啊，所以像我2點鐘訓練嘅人，佢2點鐘就會照我訓練嘅課程去訓練啊，係啊，唔管唔係高中、國小。喺國中都共樣啊，共樣啊，訓練馬嘅唔就天天啊訓練馬嘅。所以你從入來比賽嘅項目地步啊，吼，其實有一團係唔知咁嘛，下一天嚟跟我跳，吼。哦。佢唔當初我想要排入嘅一個橋段。佢係因為有佢同佢跟跳係因為佢有一個表演啊，佢表演係拄好嘛上，自家想法係想喺。自家親自下去帶自家嘅細人，嘛係算一個幾簡單嘅傳承下去啦。因為自家每個表演無都係因下去跳啊，所以就我一擺帶佢哋跳一擺看下先嘅時節，佢哋未來就會啲我用嚟做，就有都表演都幾好啊你。係啊。對於新人來講嘅話，等於講有一團地步有欣賞下一體驗變成，我哋講共青人啊，同一隊啊，共青人。因為講從安尼嘅一個安排，係希望講本新人哋有乜嘅影響啊？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影響就希望佢哋有法度啲，最重要就會我哋堅持，還有。努力啦，係啊，就希望有法度同我嘅精神，你同佢哋跳嘅時候，佢哋有法度，我就盡量我要盡力去跳，同佢哋共樣，希望佢哋嘛會同我共樣，你堅持到後背，當然唔會講，做到幾好，就希望佢哋有法度，因為欣賞，向下去跳嘅時節，佢哋有法度影響到，佢哋就有法度你。同嘅欣賞嘅精神，嚟傳達下去啊！你這個因為講，你這個做欣賞的講法，你係一種嚴復型的欣賞，還是一種慈復型的欣賞？其實我兩個風格都有咧。係啊，我看某個時節咧，因為像細年拿去比賽，行去表演，就會較個嚴格，就會像嚴復型，因為我比賽嘛，比賽就有提名。第3名嘅東西嘛，有個評審，表演，希望表演唔管用嘅，表演就會表演俾大家人看，就會用到最好嘅精神，最好嘅表演俾大家嘅觀眾朋友看嘛。像較個輕鬆嘅，一般上課我當然就會較個輕鬆嘅方式去教佢哋啦。嘛用鼓勵嘅方式。去教細人，就教了當中，本件好心嘛做得本件嘅進步啊！你，係啊，
一般上課就冇相同，係啊，兩個風景都有。冇咁樣啦，因為這個比賽一件事情，如果我講嚴格是啦，因為時間嘛有限，嚇，同時係有啲我要打，講要排名嘅，嚇，要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咁其實可以為到自己努力，可以得到最好成績、最好路，他嘅嘢去完成一個目標。冇錯係。可是雖然講跳舞係一個佢自由嘅一個活動，但是對成人來講話，伊可能係影響到成人嘅一生人最重要嘅一個比賽。休息下，我下一個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長治嘅成人運動現場，同埋分享講一代成人去參加比賽嘅過程。我想問下成人，因為其實人家除了教成人以外，嘛幾多啲社區我都學校有教課嘛嗬。人家差唔多一度嘅啲教課地點。也是在講係咧，因為我也蠻睇沙溪啦，沙溪我睇從志雄嘅永華沙溪，還有新潭條沙溪，尼埔嘅竹鼻沙溪嘛有，還有高樹鄉嘛有，比如啊高樹鄉最遠到花蓮嘅有樣講啊，瑞穗有樣講啊，水米係水米嘅沙溪嘛有，係啊，學校像學校大部分。也嘛幼兒園，幼兒園有一間，國小太多嘅，國中有2間，高中嘛有1間，安尼加起來有算過差唔多4-6間以上，係啊，唔過我嘅國小嘅學校大部分係針對流推體系嘅學校去教，因為我希望有用我自家能力啦，來去。針對流推體系嘅成人來去做教學，因為喺教學嘅過程當中，我會同成人盡量啦，用合法同佢哋去做一個交流，嚟聊。因為有蠻成人有啲講合法嘅人實在太少，係啊，所以就我自家咧十分努力嘅地方。係啊。咁唔知個用合法來教學啊？吧，成人咧嗰種態度係點樣呀？成人態度啊，我希望一開始態度冇要緊，我希望要先學嘛，先學看下先啊。有個是成人像跳舞，佢第一個時間有人問老師跳舞什麼意思啊？我就會講跳舞，它就是我們的中文跳舞，跳舞的意思。我就會慢慢同佢哋講，伊就會咪同課，就一個句話，一個行業化，安尼去。同佢哋講，就本件人慢慢學，係啊，冇話都太趕啦。因為成人佢我知道成人先睇係過後再來講安尼啊，就一步一腳將安尼慢慢來。因為這是用安尼方式啦嘛，其實嘛不用成人嚟過刺眼。好多接觸到，因為伊只係佢對跳街舞有興趣嘛。不是講跳舞，對跳舞嘛，腔腔其實唔過上過腔啦，只係講後無腔腔呢啲發源不變。不是一叫佢都覺得人都學法跳舞就是跳舞的意思嘛。反正，但是對於伊來講最有興趣嘅都係街舞本身。嗰時候要講啦，其實唔係嗰度嘅沙溪啦，好搞啲舊嘛嗬。有啲啲花蓮。花蓮很容易接觸到，花蓮也是菜貴神奇哦。花蓮喺因為啊，我有服務一個地方，佢喊做從事普法師。喺我睇高中1年生嘅時間睇嗰邊服務嘅地方。因為我哋嘅副主嘅欣賞就係花蓮嘅瑞穗青年寺嗰邊嘅南無釋迦牟尼佛。幾好上，所以有個時候我哋去嗰邊去進香，所以進香過多年啦，拄好，因為嗰邊冇去辦法通啦，辦法通嘅時間，因為佢哋要啲我哋自家喺跳舞嘅欣賞，要睇嗰邊有表演過，佢哋就知道，係咪佢哋嗰邊嘛做得強嚟去搞看下先啊哩，有可能都帶通佢哋嗰邊嘅法律，係啊，所以。
就上拄好有客家種就上去試看下先啦。哦，不過是水米過鹽咧，水米食材有鹽咧。對我哋屏東來講嘅話，真係對角線咧，對角線啊。還有食材過一過，差不多4點鐘。哦，怕吃唔到喎，因為我哋差唔多啊，時個時差對屏東到台東落去3點鐘。哦，我試過慢啦，但是你可能對台東嘅水到水米。嘛，差不多1點半鐘呢。係啊，冇錯。嗰時我講4點鐘，坐火車有可能啦。係坐火車冇可能。係，跟視察嘅挨視察方法真係冇辦法是。嗰時同事嘛，佢開呢。係啊，當然啦，真是。我真係冇簡單。吼，其他人講觸角啊，吼，已經差唔多我哋呢，伊咧發電機。佢做當然講要搞沙器嘛，沙器大部分有睇起我哋年紀個睇阿哥阿姐吧，吼。冇錯。係個阿哥阿姐，伊哋學業務嘅話，唔會搞一定用嚟通做，冇得講，伊會針對伊哋呢，因為阿哥阿姐有時間後書局都講樣意思咧。係，咁其實唔會用嚟做改變啊。我會先看今年嘅書局嘅長度，本今年通做。有個時間高考嘅時間，嘅過程當中我會先問佢哋，一通做有法度做冇？那冇法度做，我就會改變嘅。係啊，就會先看佢哋書局有法度到哪一項，才會本今年通做啦。因為有個通做今年冇法度同細年安尼調，所以就會。做木頭先生嘅人，會看用嚟去改變、去轉變，所以冇話都搞天然，因為今年也偏跳啦，嘛冇話都幾多軌道，所以搞今年嗰城市，嗰聽嘅地方就會唔係現代今年，係啊，有個時嘛會變下伊本件自家調，因為嘛訓練今年跳哪嘅記憶性，你對今年你。腦袋活化嘛，規好啦。係啊。對我哋咧阿哥阿姐來講，可能伊啲動作唔愛到幾度重複幾度擺。好，幾度重複幾度，除咗一減化以外，吼，各擺各變咧各簡單咧啲動作以外，嘛一重複幾度擺，安尼然後可能讓我習慣，讓我記得好來。冇錯，係啊，嘛訓練今年嘅記憶性嘛。冇錯。個過程當中嘛，要同佢講下話。伊哋咧講話可能，伊哋下話可能嘛，都講鬼溜嘅。鬼厲害哦！有個時間嘛，同佢學習咧。冇錯。係啊，因為有個時間講嘅時間，有啲乜嘅意思啊？像負氣，負氣係冇談過嘛？負氣乜嘅意思啊？佢就會講大部分嘅水果嘅片嘅底部嘅東西。係啊，嘛教學嘅時間嘛，我似個嘛喺學習啦。冇錯啦，因為其實有啲東西啊，嗬，真係冇看到東西，冇嗰個冇睇現場啲講過叫好。伊都冇講出來，因為有時間都真係冇看到，像夫妻，你見到平常都看得到咯。以前萬歲講，我哋話有萬歲時節，話有天生，好話有甚至話有水田嘅時間，唔可以搞水，唔可能冇有半夫妻把刀，個水質把刀嘛，嚇嗰個。但是平常見到都磨呀，磨伊都當係都唔知講搞唔講嘢嘅東西，譬如講蝌蚪，怪嘢嘅，見到咪看得到蝌蚪咯。而家新年佢根本都冇像我哋以前睇我哋嘅話講，冇下水，看到我哋像係嘅我哋講蛤蟆亂喐嘅東西，喺度都變成一啲怪嘢咩？嗰種根本都冇看到嗰啲東西，新年嘅根本都學唔到。馬嗰度蝌蚪下方有我講，某個水質那夫妻。嗰種其實真係有時同人哋阿哥阿姐講話時間，都發現你有時候講出人哋。基本冇談過，但是方言有談過，但是國語冇談過嘅東西。但是像佢可以講到講，要沙器嘅，要學教嘅，佢從日就唔講喺學校來講嘅話，沙器來講嘅話，一定當初一樣嘅程度唔能咯。學教係因為一定有個時會看到我面熟啦，還有大家就。大家冇想起啦，因為大家就會小雞啊，小雞嘅時間，大家今年就會來親來，因為拄好有個時間我會提個面書去分享啊，自家高考嘅資訊啊，今年就會來親來，從此向這片，因為我提從此向這片教，大部分學校都會來教嘛，提從此向這片又拄好數十人教個多。從此向講說，
佢等鄉長，佢哋嘛對我過支持，有個時間嘛，佢哋嘛去燒雞啊，像個係講個從此用法沙奇，就係因為有一擺個屏東縣政府有判個哦，從此用法沙奇還有尼埔個主比沙奇，係因為從此一個屏東縣政府有判一個青銀公有嘅關係，啊，因為青銀公有係咧，啊，佢哋後輩，佢哋嘛想要繼續學下去，故所以就請來去教課，係啊，啊個新潭條沙奇嘅因為從此用嘅新潭村長，新潭條嘅村長，佢喊做張淑珍，佢就希望佢哋有都有冇相同嘅元素，做得帶通佢哋新潭條嘅村嘅片，啊，故所以就搞嚟，請人嚟去搞佢哋街舞啊呢啦。嗰種在屯沙奇嘅，我哋阿哥阿姐搞舞嘅過程裡邊啊，有幾種即個印象幾深嘅啲故事冇？印象幾深嘅故事哦，印象幾深嘅故事應該係尼埔主比沙奇嗰片有一擺，因為今年有比個青銀公有嘛，青銀公有嘅關係啊，今年就會用，因為我自家會推拳道嘅關係嘛，啊，因為主題有拄好嘅武術，啊，故所以今年就做個推拳道嘅豆腐，啊，唔過啊，今年有8個客家頭前咧，安尼啊。啊，故所以就本來印象幾深啊，新潭條嘛，本來印象幾深，係因為今日日擺去表演嘅時節，今日就用 cosplay， 啊 cosplay 佢人哋背就有個海賊王，鬼滅之刃，還有個七龍珠，還有嘛個原神啊，原神也條個角色，會做表演啊，嘛幾神奇啦，啊嘛帶通個幾多年去看啊，大家就看，哎呦，一吞，幾鐵皮的哦，啊，不所以大家目主就會目光，目光本給安尼看啊，不所以就睇明路風，今年個點閱率嘛幾高，係啊。嗰時候談好了後，其實街舞一件事情，唔單止係我哋年輕人過好跳，其實我哋呢上個年紀阿哥阿姐，其實對街舞一件事情，我們可以去嘗試一下，休息一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喜來嘅，上一個節目來自我哋屏東長治嘅新聞，同我哋分享講喺沙奇搞藝人嘅太陽沙街舞嘅故事。我想問一下新聞哈，因為其實即個可能講斜槓軌道啦哈，譬如講拍 MV 啦，去做舞台劇啦哈，但係一啲啲同我哋觀眾朋友分享，第二點攞去拍 MV 咯。哦，我去拍 MV 嘅關係係。有一擺我嘅參加嘅正定嘅欣賞，佢就係2014年，今年拍個嘻哈課，嘅考場，啊，因為考場底部有個愛拍 MV 啊，啊，今年就就同個行業客家文化有關係，啊，故所以有去參加啦，啊，故所以拄好底部我有嘛有是個 rap 安尼，去參加嘅 MV，安尼拍攝安尼啊。啊，幾擺經驗咁冇人用嘅啊？就第一擺自家用，唔係我自家專業，啊就用自家就用老舍嘅方式啊來去講行業啊呢，啊，知道幾神奇啦，係啊嘛，係我一個最大嘅挑戰。係因為其實這個都算一個舞台表演嘅人嘛，跳舞街舞一件事情，街舞是講睇街坊表演唔太人看，睇舞台上表演唔太人看，但是 MV 嘅意思都等於講你翕下來，但是你還是做也要給套表演嘅意思，但是講也要翕嘅方向啦，甚至有時就愛你個角度啊，吼，可能如愛有無腔嘅面向，因為其實跳舞嘅面向太不如向前面嘛，這個無可能後背嘛，但是其實 MV 嘅時節，伊都可能啊考慮到無腔啊角度、無腔面向，係去翕，係啊，像講嘅角度，就係因為我有同佢一個好老嘅歌手，佢喊做柯蕭，係啊，佢就同佢合作嘅佢嘅本土嘅歌曲專輯，啊，底部就一首歌曲，佢喊做隔壁阿哥趙露嘅
係啊，啊我又拄好迄第八個男主角，個阿哥，謝魯阿哥，謝魯的阿哥，啊另外一個女主角，伊嘛喺尼普嗰邊客家人啊，係啊，啊就拄好又同今年去做一個配合，係啊，也過程當中嘛，過神奇啊，因為佢個金溫過多的場景，一種我有一幕睇嘅從事上，還有問到平農市嗰邊，還有平農市又問過來安尼，就金溫場景啊，因為拍攝嘅 MV 嘅過程當中，就過多嘅場景安尼轉溫啊，所以就會無相同，啊就吃到安尼過新鮮啊，過特別哈，係啊，過特別。你都愛啲講一啲算是 MV 裡邊故事啦，我說真係可能我睇過多嘅無共嘅地方去做無共嘅表演，專門剪出一啲安尼片嘅，好對一般人嘅表演喺固定嘅地方，好幫我哋訓練嘅動作表演一片，好，安尼都結束，其實係過無共樣啦。但是後來有去參加舞台劇，舞台劇有無共樣嘅咧，因為伊唔單止愛表演，伊話講法。係，伊話講法，好，伊話要行到奶，好，同他個影響下配合。第二個，我去參加舞台劇咯。哦，舞台劇甲個都有講法，係嘅漢族嘅葉公山下嘅武川高中。啊，葉公山下嘅武川高中啊，強我係做主角，咪自家就係武川高中。啊，故所以嘅時節就我知道過神奇過特別啦，所以我就想去挑戰看下先，係啊，就過多嘅地方，某個時節會出來，啊，我講某個話，就自家愛去啲啊，對我來講係最無相同嘅挑戰，因為有個時節，跳舞跳開嘅時節，你就想去接觸其他嘅東西，係啊，啊，像真係個先生，佢嘛有唱係前年2015年，而就有唱係新嘅。曲就喊做親子序，係啊，啊親子序也就係，就係第八幕都全場去跳街舞啊，你就係先學當代舞，啊當代舞啊你去呈現也親子序嘅曲，係啊，啊嘅親子序最大嘅挑戰就係本來，我要用自家嘅方式，街舞嘅方式來呈現土地良神。還有客家白音，也個東西會呈現出來啊！你係啊，也就會對我來講係最大的挑戰，因為親子序也同客家嘅東西係有相關嘅。係啊，因為幾多人同我講啊，我哋武川高中嘅部分哈，因為跳舞唔是講法啦，好，但是舞台劇幾多法啦，係冇錯，係幾多法，幾多歌詞，幾多台詞啦，同時愛表情。因為有些無共樣嘅一啲情景，即係看啊，係歡喜啦，哈，跳舞嘅部分可能冇按出種表情嘅部分，大家都很酷嘛，但是喺表演舞台劇嘅時間，即係會聲音嘅表情，又會面部嘅表情，好，等於講如何表現出來，嗰啲部分有特別訓練冇？嗰部分其實有個時間，嗰真係個先生佢會同我講。某個時節出來個時節，我會呈現用嘅。有個時節，因為武川高中係日本時代係教過嚴格的一個人嘛，啊，所以有個時節，真正嘅先生佢會希望係一個時節會嚴格，啊，不過有個時節佢會希望係輕鬆，去同先生佢能講法安尼啦，啊，因為就希望啊，能高中同嘅細年人有話都。所以還有先生又話都安尼接書，安尼感情過好，所以有個時佢有希望嚟做個表情啊，我用嚟做，有個時佢就會同我講啦。嗰時從唔即係已經算是一個專業嘅，一個算是街舞嘅一個表演嘅人哈。嗰時上台一件事情，睇舞台劇地方唔啱冇緊張。一開始我18緊張啦，不過我自家就會同自家講。係自家鄉書提嘅當下，係啊，因為鄉書當下，因為嘅我自家過神奇啦，我知道自家過神奇嘅地方就係，那啲觀眾朋友過多年，我就會甲個歡喜，過亢奮那裡，啊，故所以那過多嘅觀眾朋友，我就會知道過鄉書嘅當下，係啊，也就係我表演最大嘅樂趣啦，故所以嗱喺幾多年，
有個時間鬆腿嘅時間，個緊張嘅心情就會唔見下來，係啊。可是你真係算是一個能夠活在舞台上的人咧，哈。因為其實你可以享受喺舞台上面嘅嗰種事情嘛，剛才講，我哋啲觀眾有一啲回憶嘅時間，如果真係會感受到嗰種熱情。因為有啲人上去都見，咱存金狀噶啦，乜都冇。冇錯，會有。嗰陣討論有講過，其實喺現在劇基本頂頭我希望講你去學現代舞、當代舞嘛，嗬。咁因為你唱唔係跳街舞嘅，你這個跳街舞地方有嗰種無腔嘅派呢，唔係那種嘅風格啊。我街舞嘅風格哦，其實幾多嘅。從1970年嘅時節，睇嘅美國紐約嘅片，就有產生 wave，還有個 popping，locking，breaking， 係啊，依個風格對我哋街舞人來講就喊做 OG 啦。嗰時節差唔多有4個風格，像我自家就係跳嘅舞就係 breaking，breaking 霹靂舞，係啊，因為我自家專攻。喺 breaking 霹靂舞嘅關係，故所以我考場大部分都會 breaking 霹靂舞啊。不過有個時間我嘛會教一些 freestyle，freestyle 係嘛嘅 freestyle 有個時間就會我有一些 hip hop， 還有律動，有個時間我有一些 locking， 還有 popping、breaking 嘅動作貼地背啊你啦，係啊。嗰種嘅多數你就講到講點開，期望講即個可以跳動態舞。嗰時節你要跳動態舞地方唔愛。有適應嗎？還是講唔點樣跳？有啊，有適應啊。而且嘅欣賞，真正嘅欣賞嘛，知道跳現代舞，佢看起來幾次都各有感情同感覺，係啊。不過還有幾多嘅地方未學習啦。不過我學嘅現代舞，其實我幾久以前嘛想去學。我看是不過就冇乜嘅時間，同嘅時間，還有嘅門路去學啦。故所以有廿八個舞台劇，就親自去拄好真理嘅欣賞，還有嘅其他嘅學生就會教我用嚟做，用嚟做到最好。係啊，故所以就今年都會帶定嚟落去。學來去學習啦，係啊。做伊個職業嘅算是教舞嘅先生嘛好，算是咪伊個街舞嘅表演者嘛好。反正平常很用嘅去訓練自家嘅體能，同時保持自家伊個身體。我拿時間有法度啊，我盡量一個禮拜訓練自家4到6日。4到6日。用嘅訓練啊。其實我訓練嘅考場差唔多就俯臥撐，100差唔多100下，係100下。100做還是分批？冇分批，還有仰臥起坐，100下，還有跳繩，1000下，還有一個基礎動作係我 breaking 的基礎動作啊，還有個吊單槓，吊單槓差唔多30下。還有個時間我會舉個啞鈴，舉啞鈴嘛係30下呢，你去分批去做訓練啦，係啊，因為冇訓練，我嘅身體會退化啦，所以就盡量會留一些個時間來去做訓練。本身係有一啲基礎嘅體能同體力啦，嚇。嗰種睇節目嘅最慢啦，嚇。嗰種講，譬如講啊，啲觀眾朋友嘅拉冇聲音嘅，嚇，又希望講，伊喺辦法唱唔一樣，變成伊啲專業嘅伊啲舞蹈嘅欣賞冇，都講伊啲專業嘅表演者，有乜嘅建議冇？我做一個專業嘅舞者，我知道啊。我會先啲我哋嘅街舞，佢有乜嘅風格，還有佢嘅故事性，佢類似那一片，還有佢嘅歷史最重要，還有一個時間，時間有法度就會請一個最好嘅先生去教5年，通作，教5年通作，佢就會帶我慢慢去表演去比賽，幫方向。程度好嘅先生，實在
最重要啦。不過跳前最重要就係你先了解街舞嘅歷史，街舞到底係乜嘅，歷史是那一片，也係最重要嘅事情。不過講按到我知道啦，後背我知道，其實你嘅技巧還有你嘅實力強冇要緊，最重要就係你學習態度要正確，你做人也會長，係啊。森倫每一擺來到我哋嘅福氣來行，都可以看到森倫嘅一啲成長，唔單止講嘢客話講我越來越滑溜啊，同時而且做街舞嘅教學，還有嘢嘅成績嘛越來越多人，同時而嘛喺出國嘛潛到幾度冇強嘅地方，我哋真係我希望講，森倫下一擺再來我哋福氣來嘅時節，嘛可以帶來嗰度嗰精彩故事。今日講嘅森倫來現場分享按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休息下我聽人哋欣賞來強下運動哦。各位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